如果可以將今日嘅認知帶返去俾20年前嘅自己，我早就財務自由咗啦。呢段說話送俾啱啱踏入社會嘅你，正在迷惘嘅你。喺幾年之後，你一定會多謝此刻刷到呢條視頻嘅自己。我好明白新一代年輕人嘅消費觀，月光族啦，超前消費啦，及時行樂，賺幾多使幾多，表面上好似過得幾自在幾瀟灑啊，但係我想講一句比較難聽嘅現實說話，你喺年輕嗰陣時，如果可以儲到第一桶金，呢個動作比你學任何一門技能都更有可能可以改變你嘅人生軌跡。好多人可能會覺得每個月只係儲1000幾百毫無意義，區區咁少嘅錢成不了任何大事。我想同你講，呢個係絕大部分年輕人最大嘅誤區。你之所以睇唔起呢啲咁小額嘅存款，係因為你從未見識過福利嘅恐怖力量。我哋不如直接算一筆賬啊！22歲開始，每個月固定定投1500蚊，年化收益8個點。喺咁樣嘅理財操作之下，堅持到40歲，你總共累積投入嘅本金係32萬，福利幫你多賺40萬，總共金額為72萬。如果去到50歲呢，你知唔知你嘅總資產可以去到幾多啊？答案係186萬啊！去到60歲呢，呢筆錢將會累積膨脹到443萬啊！時間對於每一個人嚟講都係平等，但係可以用嚟作福利累積嘅時間從來唔等人。理財呢件事，遲5年起步就係遲5年，資產爭1倍。如果遲10年呢？你可能呢一世都未必可以追得上同齡嘅人啊！我呢一世最後悔嘅，從來唔係什麼投資踩坑，又或者喺資產低迷嗰陣時冇炒到底，而係喺20-30歲嗰段時間不斷地胡亂揮霍，浪費咗最珍貴、無法重來嘅累積時間啊！唔好諗住你現在年輕就可以胡亂咁樣去消費，亦都唔好錯誤地覺得錢少就懶得去學習理財。你現在慳到嘅每1蚊都係未來替你打工嘅資本，你現在每一次嘅